現場環境安全，小朋友兒童哽塞、成人哽塞處理方法及程序亦都適用於兒童，亦都係以拍背法及腹部擠壓法為主。症狀不能說話、不能呼吸，可能會指住喉嚨或抓住頸部。處理方法：確定兒童哽塞，鼓勵兒童咳嗽。拍背法協助兒童向前彎腰，在兒童兩肩胛骨之間拍擊5次，一隻手拍背，另一隻手環抱兒童。如未能把哽塞物咳出，應施行腹部擠壓法，在兒童肚臍上方尋找擠壓位置，將拳頭扁平面向內，放喺兒童肚臍上方，遠離胸骨尖，再用另一隻手緊扣拳頭，向內及向上擠壓5次。而家同你做腹部擠壓法，咳，仍然未咳出異物，同你再拍背，重複施行5次拍背法及5次腹部擠壓法，直至咳出異物為止。